Light Panel 最新推出嘅 Astra IP 系列係專為專業影像製作而設計嘅一款高性能 LED 燈具。呢個系列最大嘅突破在於它具有 IP65等級嘅防水防塵能力，意味着無論喺戶外拍攝遇上突如其來嘅雨水，定係面對沙塵或者潮濕嘅環境，燈具都能夠保持穩定嘅運作。對於需要喺各種惡劣天氣下工作嘅攝影師同埋團隊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極大嘅保障，俾拍攝不再受環境嘅限制。除咗堅固耐用嘅外殼設計 ，Astra IP 系列喺光效方面亦都表現出色。它提供強勁而均勻嘅光輸出，並支援 2700K 同 6500K 嘅寬廣色溫範圍，能夠靈活對應不同場景嘅照明需求。燈具配備清晰嘅 LCD 顯示界面，俾使用者可以快速調整設定，提升拍攝現場嘅效率。更重要嘅係，電源系統已經整合咗機身，並支援多種嘅電池安裝方式，包括高 mount、V mount 以及 BPU mount， 俾使用者喺唔同嘅拍攝環境下都能輕鬆提供供電嘅方法。Light Panels 亦都強調 Astra IP 系列嘅可靠性，為之提供長達3年嘅官方保養服務。呢個不僅展現咗品牌對產品嘅品質信心，亦都俾使用者喺長期投資上更加放心。對於需要長期依賴燈具工作嘅專業影像製作者而言咧，咁樣嘅保養承諾咧，無疑係一種嘅保障。除咗電池以外，原廠仲提供多種不同嘅配件，營造唔同嘅燈光效果，令你更加輕鬆應付唔同嘅拍攝需求，彈性靈活，方便易用。總結嚟講 ，Astra IP 系列結合咗防水防塵嘅堅固設計，同時亦提供3款唔同嘅尺寸選擇，分別係2:1、1:1同埋 Half， 切合唔同嘅環境需要，而且靈活嘅光效表現以及3年嘅保養嘅可靠承諾，成為專業拍攝團隊喺各種環境下嘅理想選擇。佢唔單止可以應付惡劣天氣，更提供穩定而高效嘅照明，真正做到隨時隨地光影隨行。For every time you trade sleep to be first on the scene, you face the elements as the story breaks. For every time you need to act fast, there is no second chance. For every time the world is watching, the presenters need to shine. For every time the sun is beating, you need to control the look. For every time you work long days, you travel light. For every time you craft the shot, you make it look polished. Astra IP.